台中逢甲大学有一张3层楼仔悬的青瓦树，顶礼拜5倒丛，地是一个硕士班的学生。地检署甲农业部到场会勘，发现这个树根挖到树岩，才会来倒丛。为着要确认事故真正的原因，将会用科学验证的方式，把这个树根的捆整，再等于实验室培养查验。3层楼悬的青瓦倒伫咧逢甲大学行政大楼头前，检察官、管会、警方、有农业部林业试验所的人员到场勘查青瓦倒去受损的情形。今仔日早报因要来进行较详细勘检，因为13尾暗5点外，这张青瓦通向倒去，地是一个硕士班的学生，关系到一条宝贵的性命。农业部要调查采样昆尸，看青瓦敢是感染着病造成菌化气，也是生态地甲土的结构安全拢出问题，才会发生意外。目前断根腐朽的主因是禾根病的这一个菌，一棵树会生病，就跟人一样，它一定是从环境、栖地维护管理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它本身的抵抗力比较不好，然后病原菌来侵袭。树根登去的所在有网仔形的粒，看起来真平，无明显离开登去的情形。农业部找病虫甲土结构的专家做会勘，后续会甲菌的菌炸登去培养，查出原因就会甲检验报告互地检署参考。不过这个事故到底是意外，也是人管理维护的疏失，检察官等咧收集事情。如果管理维护有疏失，是有刑事责任。这个部分就像刚刚讲的，不便回复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倒去的青瓦边有真侪学生拢囥花，怀念这个男学生无病无痛，安心啊行。除了这张倒去的青瓦以外，后来阁有另外4张有安全记录红地管的树瓦，已经用封锁线甲三角锥围起来。后续看是要做治疗，也是规张移除。校方讲，要等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诊断了后，就会做决定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